靈鼠迎春歲末復播。2026年1月，祝鼠者運勢全解釋。開篇：黃金橋上的智者。當2026年的鐘聲在寒冬中敲響，祝鼠的你正站在一座關鍵的黃金橋上。這座橋的一頭是即將遠去的月至蛇年，另一頭則是烈火奔騰、充滿變數的丙午馬年。對祝鼠的人來說，1月份農曆臘月乙丑月是一年之中最溫柔也最珍貴的時刻。子丑相夾，這不僅僅是生肖命理上的六合，更是一種能量的匯聚與緩衝。在即將進入太歲的吉期之前，命運之神特意為你撥開了雲霧，灑下一片平靜的海域。如果你把2026年比作一場長途航行，那麼1月就是你最後的補給港。在這個月裏，你將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掌控感，原本紛亂的事務會逐漸露出頭緒，原本猶豫不決的關係會迎來轉機。這是一個適合收網盤點、紮根蓄勢的月份，請帶住你天生的敏銳與謹慎，隨我一同走入這場深度的運勢之旅。請點讚和定加入情緒健康王國，一總體氣場，六合之光的最後加持。1. 能量定調，穩中求進，合而有力。進入1月，祝鼠者的命宮得到了月丑月的強力支撐。在五行中，指水與丑土相合化土，但在特定情況下，也代表水的歸宿與滋養。這意味住你在這個月的人際關係極佳，無論是職場上的合作，還是家庭內部的溝通，都能達到一種默契的狀態。2. 心理狀態，寧靜後的覺醒，你會發現自己的心態變得前所未有的務實。過去1年的浮躁與焦慮逐漸沉澱，你開始思考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這種深刻的自我審察，是你應對未來馬年衝擊的最佳鎧甲。2. 事業運勢，謀定而後動，貴人任中坐。在職場的戰場上，祝鼠者1月的關鍵字是整合。1. 項目收尾與成果收割，對於大部分屬鼠的人來說，1月是項目的結算期。得益於六合星的照耀，你之前的努力會在這個月得到巨匠的回饋，可能是年底的獎金評定優於預期，也可能是你負責的長線任務終於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。建議不要急住開啟全新的超大型計劃，而是應該專注於將手頭的工作精細化。把地基打牢，比蓋新房子更重要。2. 貴人顯現，左右逢源。本月你的人緣運極旺，那些平日裏看似高冷的領導，或是久未聯繫的合作夥伴，可能會在不經意間給你提供關鍵資訊或推舉機會。屬鼠的人聰明，但有時過於獨立。這個月請學會借力。3. 面對變革的預演，雖然1月穩定，但你可能已經感覺到公司內部或行業環境正在醞釀一場變革，這正是馬年動的前奏。上班族留意人事變動的消息，這對你而言可能是避行的關鍵。創業智者適合在1月進行客戶回訪，你的誠意會在這個甲月轉化為長久的忠誠度。3. 財富運勢，守住財富，備戰未來。2026年1月，屬鼠人的財運呈現正財穩、偏財平、開銷大的特徵。1. 正財收入穩定增長，隨住事業的平穩，你的薪資分紅等正財收入非常可靠，這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踏實感。2. 偏財與投資，謹慎為上。雖然月空吉星能幫你逢凶化吉，但1月份並非大規模投機的好時機。對於股票基金或高風險投資，建議取落袋為安的策略。深度提醒，由於2026年馬年，祝鼠者將面臨大耗凶星，代表大額破財。1月份的財富管理重點在於建立儲備金，不要因為春節將至就過度揮霍。建議預留出一筆3到6個月的緊急生活費。3. 消費陷阱，
情緒化消費。屬鼠的人平時節儉，但一旦面臨壓力，容易產生補償性消費。1月份社交活動增多，要小心因面子或情緒而產生的額外負擔。4情感運勢，溫情脈脈，修復與綻放。對於屬鼠者而言，1月是情感關係的修補期與升溫期。1有伴侶者，共築堡壘，子丑甲最有利於家庭的和諧。如果你與伴侶在過去1年有過摩擦或心結，1月是最好的坐下來長談的時機。你們會發現彼此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。關鍵詞：傾聽，多給予對方情緒價值，這種穩固的後方支撐將是你應對2026年挑戰的最大動力。2單身人士，近水樓台，單身的屬鼠人，1月份的桃花往往隱藏在熟人圈中，可能是老同學聚會，也可能是同事的介紹。脫單指南：不要期待那種驚天動地的邂逅，反而要留意那些一直守在你身邊，默默支持你的人。1月份的緣分是日久生情型的。5健康運勢，養精蓄陽，注意細節。身體是革命的本錢，在進入高壓的馬年之前，屬鼠的人必須在1月份完成一次全面的系統檢修。1脾胃調護，丑土月土重水寒，容易出現消化不良或脾胃虛寒的問題。春節聚餐多切忌暴飲暴食。2睡眠與心理，屬鼠的人思慮仲容易失眠，1月份建議嘗試冥想或早睡，把體能狀態調至巔峰。3預防舊疾，尤其是腰椎腎臟以及泌尿系統方面的問題，若有不適應，及早就醫，不要拖延到馬年。6不同出生年份屬鼠者1月特別指導。1960年庚子鼠，66歲核心安穩，進入1月應以享受天倫之樂為主。對於子女的事務建議而不干預。財運平穩，適合進行輕微的養生運動。1972年壬子鼠，54歲核心傳承，在職場上你可能面臨新老交替的壓力。1月份適合做幕後推手，提攜下屬反而能為你贏得尊重與避開未來的是非。1984年甲子鼠，42歲核心轉型，這是壓力最大的群體。1月份是你思考職業備選方案的黃金時間。你的財運不錯，但家宅運稍顯波動，注意修繕房屋漏水或電器老化問題。1996年丙子鼠，30歲核心突破。30而立，1月份你會面臨很多選擇題，不要怕選錯，因為合月會給你容錯空間。感情上適合在月底前定下長遠計劃，如訂婚或買房。2008年戊子鼠，18歲核心專注正直學業或升學的關鍵期。1月份雖然誘惑多，但你的理解能力極強，適合查漏補缺攻克弱項。2026年1月開運歷：第1月1到1月7歲首回望，適合做個人規劃，清理辦公桌面與居家環境。第2 1月8到1月14貴人顯宗，主動聯繫舊友或前輩，會有意想不到的資源對接。第3 1月15減1月21財氣匯聚，這幾天適合處理賬務、收回欠款或領取獎金。第4 1月22到1月31圓滿歸家，重點在家庭與身心休息，為2月即將到來的太歲交接做心理準備。8給屬鼠者的1月3不敢囊：1不爭一時之氣，即使遇到不公平，1月份也要忍，因為甲的力量在於圓融而非對抗。2不作大額投機，再次強調馬年將至，現金流走是你的生命線。3不忽視細微症狀，身體的任何小信號都是在提醒你節奏過快了。9結語：在繁花落盡前植下一棵樹。屬鼠的朋友們，2026年1月不僅僅是31天的時間跨度，它更像是一場心靈的預演。
你天生具備積穀防饑的天賦，而這個月正是你施展這種天賦的最佳舞台。不要被外界的嘈雜干擾，不要被馬年的傳聞嚇倒。只要你在這個1月把該收的債收回來，把該道的情說清楚，把該收的身體養好，那麼即使2月之後狂風暴雨，你依然是那個在風暴中心優雅品明、運籌帷幄的智者。記住，真正的高手從不與命運硬碰硬，而是學會隨風起舞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定加入情緒健康王國，我們下次再聚。